社会人换驾照的制度新的制度5月要开始啊。这个年会对你75岁换照，即马改做70岁都要换照啊。所以你要符合体检的规定啦。真侪病院常拢真侪人来看眼科来做白内障的手术，因为有一寡人嘛70岁啊，伊想要继续开车，伊要通过这个体检，所以赶紧的拢来眼科做手术啊。 轿车高速冲红灯，完全无打灯啊，弄到过路人甲车辆。去年5月19，78岁吴姓老阿公伫咧新北三峡爆冲，造成3个死12个受伤的重大车祸，和高龄驾驶问题，搁再互人关注。 交通部就推出新制度，5月1日开始，高龄换照的年费规定为75岁改到70岁，需要通过身体检查。其中实力要求2蕊目睭无挂目镜要有0.6以上，6蕊要有0.5以上。最近不少特别70岁轻度白内障患者，为了符合体检的规定，开始挂眼科，提早接受白内障的手术。也有稍微增加很多老年人的，不是只有单纯。 是白内障而已啊，常常黄斑部病变啊，黄斑部有纤维化啦，这都是非常会影响到视力。矫正后0.8，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有其他医师预估，新制度上路了后，上会增加15%的手术量。医师嘛提醒，若高龄患者本身有其他目睭的病症，就算接受手术，嘛无一定会当符合换照的标准。而且白内障的手术，嘛有0.4的原则要遵守。都是会很遵守的啦，哈。那因为这个是比蛮刚好了，哈，就是说当视力到0.4以下呢，当然开刀通常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。你视力如果是譬如说0.7，你开刀只希望它进步到0.8、0.9，它可能没有感觉那么的明显。受到健保总业的限制，医师工会全联会长期严格来控制白内障手术的数量，当年的增加控制伫5%，敢若会当比前一年增加大约5000例。不过驾照的新制度上路了后，预估当年会增加伫2万的患者，要安怎来平衡，会成做一个大难题。 买彩券，你真正看你有得奖的运气无？来看台东这间彩券行开出100万的大奖，是安怎运气才好呢？头家来讲啊，我前一天啊，有朋友送伊菜头，伊打万2个菜头，伊把菜头放伫店内，遮尔多好，人客一来买彩券就得100万了。 放泡泡含厝边头尾分享好运，台东县今年头一张100万刮刮乐的大奖，伫咧过年前就考起啊！很会中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级会的。我已经集好几年了。真的哦，这边很会中奖哦。台东市博爱路这一间彩券行店面细细间啊，刷打满恭喜的彩纸，因为这是第10摆考到100万大奖，店家特别影印彩色来做纪念，手提白彩头有赢得到好彩头。关山镇有在办那个拔萝卜的活动嘛，然后就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去参加，然后就有去拔萝卜，然后拿了一些拿几颗过来给我，然后他说要给我一个好彩头。 马到成功。大板的新鲜菜头，店家原本想讲过年前加菜，想要到这档收到菜头，好运就真正对咧行卡口。那后面有一位美女顾客啊，她说她让台北吃尾牙有抽中1万块，集资要来包牌，然后结果回去。 中了100万，他又拿过来包个红包给我。便若到寒天过年时下，就食到菜头的料理，食菜头、好菜头、好运对咧到。老顾客知影有人考到大奖，拢来加啉钱饲手气。店家收到人送的菜头，得到100万大奖，这些唔甘吃，会继续在这个店里和人客分享好运气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